哈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毅，今日咧係間新酒店喎，我睇下呢度有個浴缸，然後呢度有個廁所嘅，呢一度都可以洗手，同埋呢度都可以沖涼添。呢度有張床嘅喎，洗書房。呢一度有張書台，然後呢度都有個台，呢一度都有個 sofa。我喺呢一度啲風景地啦，呢度20樓，拜拜。